第二条讲吼，什么头无食天未光吼，什么头无食天未光吼，到底是狗头还是人头，还是鸡头，还是鱼头吼？这条吼答案如果是 A 吼，这条答案嘛是 A 吼，狗头无食天未光啦吼。啊，当然 B、C、D 迄时我就是讲选一寡吼，因为选 B 像讲人头，这可能会想到讲这可能是毋是一个仪式还是啥吼？啊，甲什么宗教有关系吼？啊，这人头吼，较早吼，一寡情形，反正吼，啊，过来鸡头嘛有人选，讲讲嘛食鸡头人吼，特别是较早咱无讲做迄个啥呢吼？透早吼，鸡未啼，狗未吠，咱讲透早。鸡未啼，狗未吠，这句呢，吼，是咱常常听到的俗语啦，吼。俗语就是讲，大家较直咧讲，鸡未啼，狗未吠是什么时阵？就是天还未光的时阵。所以咱来为这只来甲解吼，就有可能啊吼。这句吼，我先讲做，伊要安怎用吼？什么时阵会用这句话吼？较早。阮住庄脚啊，阮兜较散吼，所以我平常时拢无什么四手啊通食啦，正经无吼啊，所以吼有当时啊吼，罕得啦有这个亲戚朋友吼，亲情主要是亲情啦吼，啊来阮兜较早的人吼，拢袂空手来，拢会赶一个吼，这个丹炉啦吼，啊较早亲像讲哦，赶一个铁鸭肉饼哦，咱就欢喜甲袂讲理啊，对无吼啊，甲有迄个。人就赶饼来吼，啊我吼，迄当阵好目睭金上哦，一直上迄铁鸭肉饼吼，啊就酷等一直等吼，哦等到我嘛知影讲有人客伫的时阵，我原来歹势讲说要食，我知影阮阿嬷吼会讲啊，这个囡仔来安尼吼，人客拄要来尔，你个要甲人开吼，啊吼我拢有啦，一般拢等吼。等到人客若转好，个一直炒，阮阿嬷讲我要食迄鸭饼迄个丹炉吼，啊一直炒到无法度，按较早庄脚人吼，迄个吼，来就是讲吼，人迄拄要来吼，啊其实嘛是无啥甘食啦吼，阮阿嬷讲啊，这个囡仔吼安尼吼，狗头无食天未光，即当阵伊就安尼讲吼，伊就讲啊，无较蛇啦，狗头无食天未光啦吼，啊个摕我食安尼吼，好。啊，是我上这条吼，这条我讲互大家做参考。这条我伫个遮济年来吼，包含一寡咱的台语的这个啥吼，一寡场合吼，讲会当甲其他的友志啊，讲其他的老师吼，是讲伫迄个开会时阵吼，啊若用的时间啊，就加减吼，会和大家迄个往。下课请教啊，亲像有较老辈的，咱台语的老前辈啊，我嘛有甲问过这条。啊，因吼，我问过有2、3个，因确定讲有影，这条因细汉真正捌听过吼。狗头无食天未光吼，啊，我当然会甲问讲做，啊，时啊讲做吼，迄狗头若无食天未光，迄食狗头甲天会光未光是什么关系哦？啊，毋过就是讲吼。迄当阵哦，问诶结果就是无啥物答案啦，就是讲因为大家诶看法嘛是讲啊个听过吼，啊确实嘛有当时啊一时间吼想无讲哦是安怎讲吼，这个狗头若无食天未光吼。好啊，我即马过来尾啊我一直想，到尾想出一个，就是讲哦较有可能，咱讲想出来是当然爱照吼。照这个啥，你是毋是有下吼？这个吼道理吼，还是讲是毋是有下民情民俗，啊，佮有下咱规个语句的迄个语言的结构吼，看是毋是有道理有通安尼吼。我也想一个吼，因为我头是一直将这个啥狗头甲当作是狗的头吼，啊，因为你甲当作是狗的头吼，啊，迄个呢？会去想哦，实在是足好想的，拢想无着较合理吼。尾啊，我是照咱原本迄句啦，叫做透早鸡未啼，狗未吠吼。鸡未啼，狗未吠，啊，就是天还未光的时阵，我是为即句来去抓吼。就是这个狗头吼，那是讲莫甲改做狗的头吼，
若是甲改做啥呢？咱简单讲吼，做高昂，还是讲吼，迄个吼，因为咱庄脚吼，庄脚是安尼吼，真侪人拢有饲狗吼。啊，其实这庄脚吼，真侪人拢有饲狗吼。啊，这足趣味诶吼，伫咧动物界吼，因吼这狗当然，这庄脚狗拢会走来走去哦。啊，因吼嘛是会有一只啥呢？哦，咱咧讲诶，敢亲像一只迄个狗老大安尼哦，一只迄个狗王吼，就是狗头啦，狗诶头吼。迄个倒头去食吼，伊迄个啥，就是讲其他诶狗会，就敢像会掠伊做王安尼吼。啊，所以若安尼解就较有通，安怎讲呢？就是讲吼，即只狗做头诶，即只狗吼，所以伊是狗头，就是做头诶即只狗吼。伊呢，若是逐工诶透早吼，伊即只伊会生肥。但是特别天光的时阵哦，这只狗头啊，这只狗王伊会生肥，其他的狗一个听到这只伫肥，就对咧肥，好啊，狗一个肥哦，加工吼，刷咧就规个对咧啼，哦，啊一个啼咧，天就光啊。啊，不过咱知影狗吼，饲过狗人，咱拢知影，迄狗敢若真注重食啥，食这个早起饭啦吼。就意思就是讲吼，啊，你这只做头的狗吼，你就爱吼。先创物件互食，所以伊意思真简单，就是讲吼，你毋着爱迄个先互食，食好饱，伊才有气力吼，伊才有气力来去啥，来去肥。哇，啊，伊有气力来去肥吼，迄个呢，吼天才会光。当然啦，因为这是一句迄个啥民间的俗谚啦吼，天会光袂光，当然是甲狗有肥无肥完全无关系吼，天拢会光嘛吼。啊，什么问题讲吼，咱的民间这个俗谚，有当时会甲啥？就是讲哦，其实咱人一般当然嘛是知影讲，你狗做你狗啊是加工拢无肥无啼，天当然嘛是照常会光嘛。但是我会讲，迄个是这个吼民间俗谚哦，古锥的所在，嘿。趣味的所在，伊就讲啊，你怎么这只狗哦，狗头吼，狗王哦，互你食饱吼，啊，你有气力肥哦，啊，若有气力肥，天就会光吼。啊，你若呢无食饱来讲吼，啊，就无气力啦，啊，无气力吼，通啥，通肥哦，啊，天就袂光啦。所以这是一款哦，咱咧讲的迄个趣味的迄个用法啦。所以我若甲比较吼，较早我讲我无讲我物件若无食着，就一直伫遐吵着无。所以我阿嬷伊才会讲一句吼：狗头无食，天袂光吼。啊，想安尼个拢有效吼。